乡亲，早早欢迎收看今日12月初5公司台语台早起新闻，我是柯兴竹。新闻一开始，咱来关心天气。今日受东北季风甲南边云系影响，咱全台湾拢会落雨，尤其伫咧北部、东北部有局部大雨，也是大水雨。咱来看上新的云图。今日受东北季风增强，也有水汽较高的影响，全台湾拢会落雨，尤其是大台北的山区、宜兰、花东雨是直多。北部、东北部累积的雨量可能会到大雨的层级，中南部不时拢会落湿湿的雨。温度的方面，今日透早上低温是伫咧新竹是12.1度，台北市嘛只有14.8度，中南部的高温只有20度到23度。天气愈来愈寒，较惊寒的乡亲应该开始用电炭，也是烘炉，也是咧焐烧的煮啊。也毋过医学不理师是提醒讲，直接换入皮肤的遮会烧的物件，上好毋通准超过45度，一摆嘛毋通焐超过20分钟，才袂烫着伤。甲开关拍开无偌久，就真温暖的热敷垫，长期使用三C产品，袂少人会摕热敷垫来减少酸痛。尤其天气变寒，阁是惊寒民众一定爱有的。不过，若是使用时间伤长，嘛可能造成烧烫伤，或是其他的皮肤伤害。我是记得不能直接太靠近身体皮肤，建议的话是要在有隔的外套或者是衣服会比较好。不舒服就不会一直拿着啦，怎么会烫伤呢？有一寡民众认为，使用热敷垫会当帮助困眠，安哥不理师提醒，困去了后，皮肤感觉会较钝。烧烫伤机会嘛增加，尤其红婴仔或者是瘫痪的人，对温度的感觉会有较慢，阁是禁止使用。伫使用时间甲温度拢要注意。主要一个就是使用的时间，好，时间一定不能太长，那大概20分钟就足够了。然后呢，就是使用的温度，好，那如果是直接接触在皮肤上的话，一定要在45度以下，甚至于有的人更低。卫福部表示，热敷垫要有医疗器材许可证才能上市，提醒民众要看清楚包装的许可证字号，才做选择。动力式热敷垫是医疗器材。第二个，在选购之前呢，要看清楚它的许可证字号。第三，就是说，会用就是要依照使用说明书上面的指示正确的使用。不理师表示，热敷垫能维持一定的高温，来促进血液循环。不过，若是使用方式无正确，若无达成治疗效果，恐惊会造成更加大的伤害。记者综合报道。再来，甲乡亲，咱做伙来去现报纸来看今仔日的早报重点。先来看联合报，伫咧阿富汗做医生超过30档，有摕到麦格赛赛奖73岁日本医生中川哲，传出伫咧阿富汗互武装分子攻击，吊枪死亡。目前也无组织出面承认讲是谁做的。来看《苹果日报》，申请泰国签证有新的规定，按这个月开始，咱台湾人要提出在历的证明，这是引起台湾人真火大。昨昏有风声讲泰国迄一边讲会来取消，也毋过咱外交部去问，无影无只，所以提醒乡亲，假使有要申请泰签，要斟酌看这规定安怎改。来关心《自由时报》，今年扩大秋冬的国民旅游补助，行政院确定讲会延到明年正月底，也毋过这补助伫咧过年期间的春节休假日拢无法度使用。儿童福利联盟开3亿7。伫咧内湖买一间办公室，引起议论。昨昏儿童福利联盟开记者会说明，因强调讲，因伫咧湘北有6间办公室，是想要甲捡做伙，才去买一间较大间的。买厝的钱是当年人有中伫欠落来的买厝基金，毋是摕民众的善款去买厝。我军集温西湖站的内科上班大楼，车三叫网友伫面写表讲，联合联盟开3亿7千万，买一层700多平的办公室，因为地段真好，引发争议。嘛，村民众要退款，联合联盟赶紧伫早起开记者会说明买厝动机。我们就是用我们的就是捐款，那捐款的话，其实我们还是撇除了指定捐款的专款专用，那每一年我们一定是提供服务为优先，所以我们并不是定期的去提拨，而是说每年结束以后，我们服务提供完了以后，我们看每一年的结余，再决定要提拨多少。联合联盟强调，已经成立28年，全体员工320位人，目前有6间办公室分散伫湘北，当年租金是500-600万，租金压力加上空间不够，只希望整合伫共一个空间，方便联络。
未来新的地址有35%会用伫个办公，其他空间会用伫个家庭会谈室、辅导团体室、儿童治疗室。那办公室伫内湖科学园区，立法院边是解释，伫这网站的附近，家庭要到这较方便。就是儿盟这几年算是都蛮稳定，我们可能会有7、8亿的收入这样子，然后我们的支出大概都是5亿多，就是5亿多都是用在服务，那剩下的就是所谓的结余，就是2亿，那2亿左右就是我刚刚讲的，就像去年我们就会提拨1亿多吧，就是变成是逆境家庭的服务，我们就是一群那个愿意为孩子努力的公人这样子。面对这个声音，立法院边执行长白丽芳伫记者会后天，教部表示，立法院边有依照规定，等你摕的准备金买业务所需要不动产。儿童福利联盟文教基金会第10届第5次董事会决议通过，其实际购置情形尚无动资基金。那立法院边向这期买厝进前无先甲民众讲，立法院边讲因无超过暗藏，财报拢公开伫网络，互民众检视。记者综合报道。自动福利联盟开3亿7去买办公室，敢有妥当？即马是有社会福利团体讲，有一个稳定的所在，真正是较赢日头共细厝爱搬来搬去，嘛会当好好啊做服务。也毋过社工工会是认为讲，亲像即款代志，就要事先向社会大众讲互清楚，才袂出现争议。伫咧邦桥的家扶中心，平常时拢是照顾患自闭症的囡仔，需要较大的活动空间。好在在20年前有民众捐出来，若无遮尔大的活动空间，逐个月厝税要10多万，根本无法度负担。服务据点早期，有可能是用租的，有的时候甚至是用借用的。那一个环境的稳定，其实对我们的服务对象是非常非常重要的，尤其是像我们这样的学员，我们的孩子，他需要很多的一些空间来做这个他们在这个疗愈上面的一个需求。若是斗相共家庭暴力妇女的现代妇女基金会，几十员工伫真细空间做工课。基金会讲，因为经费不够，10多年以来跟内当细厝。虽然台北市政府有提供空间予非营利组织，毋过也是不够。这个方案是公家提供的，然后他方案的费用，但是场地也是他们提供的，那我们就人员进驻，那这个就最简单。社会团体想要有家己专门的空间是无简单。面对立法联盟买厝引起争议，玛利亚基金会执行长陈美玲是讲，过去10多年以来，真侪人对弱势族群有达标啊。结果真侪届因为安尼来搬厝，所以有一个安定的基点，无论是增加社工办公的效率，或者是照顾弱势族群，拢有加分。以服务而言，有自己固定的服务中心是很重要的，因为它可以稳定发展，而且让我们服务的家长也很快的可以认识我们。目前社福机构有家己的办公地点的，包括立馨基金会、玛利亚基金会、创世基金会、家扶基金会等等。有社工这个工会认同，社福团体爱有家己的所在，毋过伫咧有买厝计划进前，有必要先对关节的人公布资讯甲说明。我们希望是说把资源更投入社区化，像是长照的戏剧点啊，这种预防的一些概念啊，或者是如果是儿盟的话，他们应该可以做更多的，像是在社区里面有一些儿少的据点啊。社工嘛建议，真侪社福团体已经开始社区化服务，但是甲经费运用伫咧建立较侪据点，嘛会当创造出更较健康的社会安全网。记者综合报道。再来政治的消息来看，总统蔡英文昨昏甲少年人座谈，面对少年家，虾米款出头的问题拢有，总统蔡英文嘛是一个一个回答。也有人质疑讲，迄几了放伫咧红头书，即马政府讲要赔钱予红头书，是福利市民。毋过总统讲，这毋是赔，嘛毋是讲赔上了后就会使继续去。准备接受青年的问题，总统蔡英文有准备为家新闻、毕业问题、学生权益、气候变迁，甲面对原住民族青年定线，这期伫红头书坑协会了，是福利市民拢做出回应。不是一般所讲的福利殖民，这个不是，这是要补偿兰屿的居民在不知道的情况下，兰屿被用来储存这个核废料。这并不表示说从此以后我们就可以肆无忌惮、永远的把核废料放在兰屿。为台湾问题讲到香港反送中运动到底敢需要人民法，提出对政治迫害香港人提供庇护，蔡英文是安尼讲。
倒也不需要到这个难民法的阶段，港澳条例本身就有提供足够的这个法律的基础来处理台湾的基本薪资无论是数值或平均涨幅，仍处于已开发国家的后段班。对于最低工资规范立法，制定最低工资法，并将审议机制透明化、修整常态调整化的看法如何？谢谢。蔡英文表示，上届工资法目前搁伫审议中，上重要是政府要有主动调整工作决心。青年论坛为初四开始举办3天，为蔡英文大胜，在初5甲初6，会有国民党总统候选人韩国瑜，甲亲民党总统候选人宋楚瑜接受青年的问题。记者综合报道。那针对最近杨惠如这市网军的网络言论的风波，国民党即马是爱民进党讲好清楚。赖清德昨昏是应讲一切就等司法做调查。杜阳泰嘛讲这是杨惠如私人的行为，甲民进党无关系。另外，驻日本的代表谢中庭本地有一场要甲媒体约讲要啉茶约会，结果是雄雄取消。早起，民进党副总统候选人赖清德出席全国律师后援会成立大会，现场有加百律师来填蔡赖甲。过去赖清德一向主张家己是务实台独工作者，毋过早起竞选现场，赖清德嘛大声话讲保护台湾主权，而且还有举国旗。拿国旗这本来就正常的事情，并不特别意外，因为自己的国家自己维护嘛。大选开始到达时间，对确信杨惠如涉及网军风波起用起诉，代志继续伫拖，变做压力的重点。媒体问讲杨惠如捌甲谢中庭等真侪民进党人士来做伙翕相，赖清德跟他讲等待司法调查。他们本来就是朋友嘛，所以杨惠如的事件要待司法厘清之后，才有办法水落石出。若是去用问到讲民进党初选的时阵攻击伊的网军，敢是甲这个案件有关系？赖清德嘛讲爱去查证。下晡，民进党党主席杜英泰伫咧中华出席民进党行动中常会，批评国民党杀反毒案去用判刑的立委候选人，嘛有回应网军事件。卡神他还是党员，他的个人的行为跟党部是无关的。早起立法院邀请内政部等等的单位报告境外势力影响台湾选举的状况。那也立委黄昭顺这次的时阵，佮甲报告书立调，指控立院的受气网军。前行政院长赖清德在初选的时候，他都讲，能不能够请蔡英文总统的网军对他停止攻击。就这个案子来讲的话，北检跟选举是无关，北检是针对苏启诚市长这个部分的哈。另外，下晡嘛有真侪国民党市议员亲身飞去日本，徛伫台北驻日代表处的外口，爱谢中庭出来面对落台负责。我们希望他出来面对，请之负责。谢中庭原本定伫咧下晡的媒体大会，外界原本预计会对外说明杨惠如案件嘛临时取消。到今嘛为止，谢中庭敢若伫人面册铺文，杨惠如的代志我拢爱负责，佮拍一个问号，到今拢无出面说明。记者综合报道。确信杨惠如市网军起话头带风向，这造成台办办事处的处长自杀，互检方起诉。民进党讲这是杨惠如家己的行为，也毋过台北市长郭文哲讲伊无爱信。另外，亲民党的总统候选人宋楚瑜伊是认为讲，这件代志代表咱台湾的政治正在变质。去看新北市莺歌南靖部落，亲民党总统候选人宋楚瑜看到原住民生活的环境，4年过去犹原无改变。伊忍袂掉伊的情绪伫后天，讲是家己拍拼无够。伊问哪里的执政者良心伫倒位？我觉得宋楚瑜努力不够，对不起我们原住民啊！宋楚瑜加油！国民党，你的良心在哪里？民进党，你的良心在哪里？为了保障原住民的政治参与权，宋楚瑜要推动原住民无再一投票，但是伊强调，唔是来选举造势，是来看要安怎解决问题。宋楚瑜批评蔡英文向原住民会失礼，讲的拢是空话。全台湾有900亿的基金无要运用，煞你无用来斗。对杨惠如操控网军一案，伊嘛伫骂。我们的负责的长官出来，感觉到有点任何内疚的意思。难怪我们的政治越来越向下沉沦。以前葛特曼的时候，我叫他们要交出这个战犯，他们说跟他们无关。我说吴强会的跟他们无关的。现在问到卡神也是跟他们无关的。
民进党全面撤换杨惠如台北市长郭文榔话讲了淡薄仔酸，以及透早以党主席身份陪同台湾民众党不分区的女性被提名人做伙翕相，穿的衫拢是朴实乌白色调，表达超越哪里的诉求。但是甲亲民党是竞争也是合作，敢会互郭文榔甲郭台铭的友情是兄弟爬山各自拍拼。郭文榔认为重点是兄弟就好。应该这样讲，彼此都互相佩服对方，这样就好了。有善意，有那个。至于说10件事情，有5件事情大家想法一样，其他5件大家不太一样，至少没有严重冲突。郭文榔甲郭台铭拢有同款的目标，就是2020要入立法院。民进党积极争取中央选民的认同，要做国会第3势力，嘛互每年的立委之战更加热烈。记者综合报道。针对杨惠如这个案，国民党总统候选人韩国瑜昨下晡嘛讲，爱总统蔡英文出面向人民讲复清楚。韩国瑜嘛讲，伊甲赖清德、郭文哲3个人是伫咧网络上霸凌的3兄弟。也一个大展时，进入总部3夜班，国民党总统候选人韩国瑜下晡到嘉义关怀基站登照，亲身资料里分予大家者，顺势讲伊的登照新政策，增加健保给付、建立医疗无过劳。对最近杨惠如操作网军的事件闹甲真大，韩国瑜自认嘛是网军操作之下受害者，佮讲伊甲赖清德、郭文榔是受害3兄弟。网军借着网络上的操作，事实上扮演的角色是上帝的角色。他在网络上要谁红谁就红，要谁黑谁就黑。今年开始你可以看得很清楚，第一个被害的是赖清德，在网络上被霸凌到受不了，直接要求蔡英文总统停止网军对他的攻击。第2位就是台北市长柯文哲柯 P， 第3位就是韩国瑜，我们是网络被霸3兄弟。韩国瑜认为网军伤害民主价值，伊呼吁蔡总统要明确讲个清楚，是网军的钱对底来，目的是啥物？做执政党的总统，嘛有责任甲义务向全台湾人说明。韩国瑜的副手张善政佮指出，助理代表谢中定伫面册发文讲杨惠如的代志，拢爱伊负责嘛。这话是无及格表现，认为谢中定无回答到真正问题。科技如果没有人文素养，会惹祸的啊，所以我们对他不放心，不敢找他。拿来做打击你国内政敌的这个工具，甚至是抹黑的工具啊，散播假消息的工具，这个就走火入魔。张善政佮讲一间杨惠如捌接受过韩国瑜电影，但是因为伊甲民进党尤其是谢中定的关系真好，毋过方便毋好，互伊毋敢甲伊合作。佮强调讲会向科技无人文素养会了代志。记者综合报道。另外，针对国民党总统候选人韩国瑜甲伊的牵手李嘉芬因家属向亚公涉嫌偷污沙石这个案，李嘉芬的小弟嘛是即卖的婚姻管议员李明德，昨昏开记者会背会，嘛爱总统蔡英文提出同款的标准来处理幕后引导的假新闻。李嘉芬家族沙石案继续变作民进党攻击国民党总统参选人韩国瑜的议题。婚姻李家佫6天无出声以后，李嘉芬的小弟就是现任的婚姻管议员李明德，早起出现伫议会。不管最近媒体报道，刁工甲伊的老爸李日贵打造做一个趁乌心钱的生理人，佮风声讲3个月趁6亿。记者会顶悬佮公开李日贵当年即顺的完整记录，批评真侪写无完全的恶意假新闻。阮老爸是合法的业者，所经营的事业合法的公司，赚的是合法的钱，绝对甲盗菜沙石做股份生理的，迄款的是完全无同。蔡英文总统现此时也阁有足侪假新闻，咧恶意，咧扭曲打击阮老爸的人格。我要拜托，再一次甲你恳托，要拜托你来斗相共，互这个假新闻隆重消失。毋过，针对外界对沙石案真侪疑问，李明德伫记者会顶悬无加做说明。时代力量立委黄国昌早起阁提出2001年婚林犀利的空翕图，指出内底有一大堆大坑。即期韩国瑜甲李嘉芬，即寡大坑是囤啥物物件倒转去，爱李家来回答。圈出来的这块地，大家可以很清楚的看得到，有砂石，有砂石的输送带，有砂石车。这个就是在搞砂石场。那更可怕的事情是，里面还有一个一个的大洞。这个照片代表什么意思？请不要再睁眼说瞎话。选择伫李明德背会刷石风波的第一时间，黄国昌甲李家可能用特权来乌刷的代志假条条。黄国昌甲韩国瑜的阵营最近一直咧互相呛声。
吴国昌除了开真侪遍记者会指控以外，正前阁去监察伊检举李家用特权为地趁钱。韩国瑜的竞选办公室是质疑吴国昌提袂出证据，而且阁去北检告吴国昌想要互人无法度当选。记者综合报道。再来国际上要紧。镜头来去美国联邦众议院通过维吾尔人权政策法案，要求美国政府爱制裁中国打压新疆人权的官员。那中国的外交部是搁一摆骂美国爱卖插手中国的内政。美国联邦众议院初三用407票对1票通过维吾尔人权政策法案，要求美国政府制裁压迫新疆人权的中国官员。Given that this year is the 30th anniversary of the Tiananmen Square massacre, maybe we should not be surprised by the cruelty and brutality of the Chinese Communist Party. But the size and scale of what is happening in Xinjiang is audaciously repressive, even by Chinese low standards. 史密斯指出，中国政府涉嫌拘留100万的维吾尔人。互因的囡仔离开原本的家庭，强制教育共产党的意识形态，放弃家己的语言文化甲宗教，而且佮传出讲伫咧集中营性侵、性苦毒，也是讲强制摕囡仔等等的事件，是纳粹大屠杀以来所毋捌看的。这项法案要求美国政府加强谴责，而且制裁相关官员，甚至是实施出口禁令等等。法案佮特别点名驻地区的党委书记陈全国。We are sending a message to Beijing: America is watching, and we will not stand silent. This legislation helps uncover the truth, requiring reports by the DNI, Director of National Intelligence, the State Department, the FBI about the depths of the crisis and about China's campaign about journalists exposing the facts. 对这个代志，中国外交部嘛真紧地来回应。中方对此表示强烈愤慨，坚决反对。美方利用涉疆问题挑拨中国民族关系，破坏新疆繁荣稳定，遏制中国发展壮大的图谋是绝对不可能得逞的。这项法案佫需要经过参议院同意才会当通过，而且该交予总统川普签署了后才有效。毋过，进前香港人权甲民主法案才正式公告。中国又拒绝美国军舰来停靠香港犯罪，若是维吾尔人权政策法案嘛对咧通过，看起来两国的关系会佫较恶化，美中贸易谈判可能嘛去受到影响。记者综合报道。那北韩是宣传讲，因建设几片上界有规模的现代城市，嘛是全世界上界赞的人民乐园。北韩的领导人金正恩嘛有亲身去剪彩，不过人权团体是讲，为着赶工，北韩的政府逼劳工一日爱做12点钟，长落根本无人权。穿黑色披衫，北韩领导人金正恩坐伫低温的白头山，目标就是登白山，亲身出席3次元军的多次更新完工计划。北韩官方媒体宣传，3次元是世界上上好的人民乐园，有全线公寓、酒店大楼、医疗设施嘛完善规划，甚至阁有一个出色度假村，是完美的社会主义乌托邦，北韩现代化缩影。按个根据人权组织甲脱北者所讲的，因为起的政党落后，北韩用青年劳动大队赶工，青年劳动大队在啉受无薪水，食了真歹，加工工时超过12点钟，经过10年时间，敢为着换进入大学，或者是执政党的机会，严重违反人权。另外一方面，北韩顶礼拜搁一摆试射2粒大型的火箭炮，当地英国伦敦78月峰会美国总统川普初三指出。美国有上强的军事力量，若是有必要，一定会用到。暗今日中心希望金正恩会当遵守契约的约束。If we have to, we'll do it. But you know, my relationship with Kim Jong Un is really good, but that doesn't mean he won't abide by the agreement we signed. You have to understand. You have to go and look at the first agreement that we signed. It said he will denuclearize. That's what it said. I hope he lives up to the agreement, but we're going to find out. 目前华府甲平壤对话是拢停落来，负责对美事务的北韩副外长李泰成强调，对话12月底期限都要到落，圣诞礼物还是啥，完全看美国选择。若是讲美国无采取行动回应，干遐甲英国共款变袂出新招，北韩嘛袂阁听落。记者综合报道。镜头来法国今仔日会拄到黑色拜四，因为工人发起大罢工，要抗议总统马克宏的年金改革。全国有9成的列车无驶，
1/5的飞行机帮取消。法国铁路顶真济公部门工会将伫初5发动全国大罢工，有巴黎地铁、高速列车甲欧洲之星，列车的运输量会下降真济。预计铁路会加村之城列车会当正常运作。若是陆地交通受到影响，伫部分航管甲地勤人员加入罢工行动的情形之下，已经有20%航班宣布取消。若这几个月以来，几落摆行上街头抗议的警察、老师甲医护人员，卖当街投入无限期罢工。抗议总统马克宏提出年金改革方案。Ce que je déplore, c'est que tous les responsables politiques issus de la majorité actuelle cachent à l'ensemble des Français que cela touche tout le monde, et pas seulement les régimes spéciaux, comme le dit Monsieur Macron. 目前法国退休甲年金制度有42种，部分接人数有更加悬的退休金，或者是会当提早退休。不过马克宏希望未来会当将所有制度统一，引发真济权益受损的公部门劳工分法。为了因应这波罢工造成的不方便，不少法国民众已经提早找好其他的代步方案，租脚踏车、网络叫车业者佮提供共性服务的店家，生意是明显变好。记者综合报道。日本有真侪企业拢有规定女性的穿插，讲食头路上班的时，查某爱化妆、爱穿裙、爱穿宽大鞋。半年前，有一个日本的女艺人，伊出来发起拒绝穿宽大的运动，嘛有提出请愿，结果日本政府当作无听的。日本政府新的草案内底拢无回应，不过一个查某明星一波放弃，讲要继续推动这个运动。禁止女性挂目镜，一定爱化妆、穿宽大鞋甲穿裙，是日本真侪企业对女性服装仪容的规定。今年发起屈兔运动，就是拒绝向强迫穿宽大鞋运动的日本女星石川优实，初三去日本的政府机关提交超过3万人的联署请愿书，希望要求进一步禁止企业甲头家强迫女性袂使挂目镜、爱化妆上班等等无合理的规定。やっぱり眼鏡禁止とか化粧をしなきゃいけないとかちゃんとしているマナー以上に求められているものっていうものに対してやっぱりもう見直していかないといけないんじゃないかなと思っています。石川优实6月已经向政府提交得2万人的联署请愿书，要求当局禁止企业强迫女性穿宽大鞋上班，但是政府伫10月2日公布的草案当中，完全无提到这项请愿，所以伊搁一遍呼吁政府爱采取行动。そういう方たちはみんなやはり女性なんですね。なのでこれはちゃんと女性の差別の問題だということで認識していただいて。石川优实模仿反骗社会运动 MeToo， 结合日本单字鞋啊甲疼的谐音，创造出屈兔拒绝向强迫穿宽大的运动。这个单字红经做日本年度10大流行语之一。あとはスカート、タイトスカートで働かせられることに対してとかやっぱ動きづらいですので、なのに制服がそれしかないっていう状況っていうのはすごく多く聞かれましたね。日本工会组织进行对1000名20岁到59岁的男女上班族进行访问调查，将近60%的人拢是旅馆、餐饮业者的员工，表示公司有对服装仪容进行要求。日媒报道，尤其是公司百货公司的女性服务台人员，会互头家要求袂使挂目镜，甚至对擦指甲、染头鬃的色水拢有严格规定。记者综合报道。镜头搁转来咱国内来看，今年是咱总统府落成100档的日子的纪念日。总统府有开放予10组世界观光客去住一暝，有一对外国网络的红人，一对爱人啊，因有1400万的追踪者咧看因的影片，因早暗就去住咱的总统府，嘛有翕互大家看。穿乌衫的都是野生，甲伊女朋友初时来到台湾，暗时就要看伫总统府。One of the most incredible views of Taipei. 阿拉伯的以色列籍的野生今年27岁，这是第2摆来到台湾。2016年放弃一年差不多360万新台币工作，开始环游世界。嘛执行 Next Daily 计划，连续1000天，逐天上传1分钟的底片。I'm 33% done with life on average, but I'm confident that the next 67% of it will be well spent, and that's why I wear this shirt every day. 60秒时间特别的拷贝，甲制造经典影片，带网友熟悉全世界。这个计划今年1月份完成，可以有超过1400多万人追踪，人数超过台湾人口的一半。向讲是网红中的网红。
参加这摆活动，唔那愿意自细汉要带无共生活中的梦想，嘛是因为这是全球以总统府开放来带活动。记者综合报道。另外，有去登记参选2020总统选举的中国红色统一党的主席黄英忠，中期尾连续无够格无过，不过即马伊互检方抓着讲，伊用鸟车会方式是一个救一个，开钱去买连书书，即马互检方提起公诉。中选会公告2020总统、副总统被连署人结果无一组完成，其中有登记参选总统的中国红色统一党主席黄英忠，被金门检方查出，涉嫌透过找下线方式，以每张80块到200块的代价，为总统、副总统候选人连署书被起诉，也是总统、副总统选罢法实施以来第一件行贿案。中国红色统一党主席以现金收购总统、副总统候选人联署书案件，侦查终结，检察官今天起诉。检方指出，9月新闻报道，伫社会媒体有人以每张80块向有投票权的少年人买连署书，马上扩大订单，查出事实。不过，黄英忠11月伫网络发布自翕的影片，认为是受到政府打压，指控总统蔡英文操作选举。调查局利用职权，在2020大选参选人联署的期间进行非法的迫害，这就是铁证如山，这就是证据。黄英忠事后为罪逃走被通缉，不过专案事情偏空。检方伫测试就中国红色统一党法律顾问兼副主席李金德等7人，用犯总统、副总统选举罢免法87条第1项第2款的行贿罪提起公诉。记者综合报道。镜头来高雄市设立档管理自治条例顶月日开始实施，旧的爱申请核准，若新的是袂使摆伫咧车路边。不过高雄即马还有50个位还未核准通过，昨昏就打头去议会抗议，讲市府拢无斗相共辅导。给我们一口饭吃。野关标语甲各自模型的野车名称，上百位来自高雄市区甲旗山林园等地野车的团员，到高雄市议会前大声发诉求，也批评市府无积极辅导，就爱所有还未登记核准的团员市场继续营业。这个落日条款啊，在我们最近才知道，我们才知道是在7年前已经设立了。一直野车也好，也是咱凤山的打狗野车也好。凭良心讲，拢袂使甲阮做打压，你最基本的爱阮生存的一口气。高雄市团员管理自治条例落日条款伫今年的11月11生效了后，设置伫道路上的高雄一条夜市，因为未附申请核准，被警方主动营业。因为屏东无定自治条例，台南对无合法申请的是采取辅导做法，所以全高雄目前55处无合法团员集中处，心理难免不平，希望寻求解脱。其实咱所有这夜市团商，若有成立自治组织的吼。要合法化的，经法局拢有得辅导吼。经法局表示，条例生效了后，市府爱依法行政。因过团员若假自互相处和谐，无被检举，相关单位应该被强烈处理。议会也强调，已经提案，会搁延后落日期限。我们看还有那么多场都没有通过，那我们再确定就提案说再给他们半年的机会让那些相关的资料赶快送进去申请，让他们可以就地的合法。7年前通过的高雄市团员管理自治条例，原定3年落日，后来搁延后4年。议员表示，这摆搁延半年，将是真正最后期限，希望有心经营的团员把时间提出申请。记者综合报道。台中的正丰农产捌摕到有机产品的认证，也毋过伫咧2016年的时，互掠着讲因咧甲过期的物件日期改的，再搁摕去大卖场卖。即马台中地方法院审理了后，认为业者真恶质，判业者6年有期徒刑。卫生单位甲检验人员伫正丰食品仓库内底查到真侪过期5谷食品，有的已经生菇生虫，也佫用磷化氯来混，为2008年到2016年将过期食品改标，以出货日起算1年是有效期限，也佫以有机食品的名义卖甲大润发、爱买全联等卖场。台中地院1审以加重诈欺罪将廖英书单行贿，红埔分别判处6年甲3年有期徒刑。
没有办法确认它的来源是否有过期，所以一律改成没有过期的商品来贩卖给那个消费大众，会使得厂商跟消费者没有办法确认所购买产品的品质，然后导致消费市场混乱。政府公司工厂伫大道区卖乌豆、红豆、黄豆、乌醋米、南北会等，用安尼手法8年来卖出超过587吨，得利5749万外。其他10名员工成绩缓刑，得到缓刑。医师指出，长时间食过期五谷杂粮有伤身体疑虑，磷化铝毒糖因为属于挥发气体，对人体危害相对较小。过期的一个五谷杂粮的一个食品吃了之后，会不会因为它比如说会有发霉一些问题，造成肠胃不适的一个状况？磷化铝这个部分，然后真的挥发性非常的强，一般的民众要接触到过量磷化铝这样的情况，基本上是微乎其微啦。台中地方法院指出，性了结者乌白改标，无承认危害食安。所牵涉反刑负业务定在不实文书加重早期处裁，甲犯别虚伪标记商品罪。另外，改标的10名员工分别判处8个月到1年10个月徒刑。记者综合报道。咱平湖的海蟹，当年在吹东北季风的时，中国的渔船有时拢会假成功要闪风势，要避风影，结果走来咱的海蟹掠鱼。前几日更有渔民发现中国的渔船偷走入来，通报海巡署，也毋过煞无人去管，或者中国的渔船是假当工才离开。即马海委会是解释讲，因为当时风影伤大，才会出现空棚。初日下晡4点，受东极岛的国家公园警察进行海上监控，发现西极南方的海蟹有中国渔船来掠鱼。到暗时，拢总来14只，警察甲渔民通报海巡署，不过海巡却无出动。他们会利用天气非常不好的时候，我们海巡的船出去有困难的时候，他们就会比较肆无忌惮的侵入，甚至侵入到我们岸距那个1、2海里以内。因为几60年来，中国渔船常以闪风做理由到平湖海峡，用破坏真大拖网掠鱼。国家公园警察嘛讲，伫即届天气变歹之前，已经先通知海巡单位注意，提早部署。不过海巡则放任中国渔船到初3早起家己离开。海洋委员会伫面写发文，强调迄当时风影超过10级，出海有风险，嘛出面澄清。风浪已经超过10级了，那他们已经执勤在海面上也驱离了10几艘这个大陆陆船嘛，那同时这个也就是我们有一条船就台南舰回来，我们苗栗舰会再继续过去，所以这个有中间可能有一点点小小的时间差了。海洋委员会表示，除了风影大，伫初日下晡之前，海巡监艇已经执勤5天。若伫平湖，海巡阁有2只大船，无法度随时防止中国渔船。但10年来打造141只船，就会当提升执勤能力。记者综合报道。地方放送头镜头来分啉西梨，即有学生囡仔用手工做西梨老家古早的模型，而且这个作品就是这个囡仔的毕业作品。即马这个模型是放伫咧西梨延平老家文化馆展出，望讲要互大家看到西梨水。看起来古锥的西梨戏院，也有这个西梨农村景象，这拢是中国科技大学建筑系学生用茶一块一块安尼搭，找材料豆倒出来的。廖家贤和张焕婷甲西梨桥头并赢，高架洋楼，也有西梨戏院3个空间做活化的设计，希望会使重新展现历史建筑，也互伊有现代的感觉。借由行销生产的这个早期的农业行为下去做这个推污的这个再造的再利用。不管是少年农夫倒来庄脚斗做事，或者是当地艺文中心复兴的方向，学生把这的作品当作是因大学毕业的作品，也表达因对西梨的感情。那西螺戏乐的部分本身就透过它的展演功能去做一个农学艺啦。那它平常的功能呢，我们是设计为它跟村民是站在一起，也是一个村民聚会的场所。透过作品，把西梨城市的面貌、甲特色表现出来，也让别人有机会更较真足啊欣赏西梨的水。记者综合报道。
消防人员唔拿体能爱好，体格嘛爱好。体格要好，就爱靠训练。大桃园市的平镇国民运动中心，就甲4科练等的消防分队合作拍契约，讲要无条件免钱提供游泳池、甲健身器材，予消防人员去训练。利用休假，消防人员1个月2遍去附近的运动中心游泳池训练游泳，更有华上救生。救生员托下海带人，用2只手带人等等的救生技能。基本上每个月安排2天的时间来游泳池这边加强我们的泳技，让我们的水性在平常就具备。那到我们的溺水高峰期的时候，我们应付勤务也会比较顺畅。唔那救生员搁爱救灾救护，勤务复杂，压力搁悬。消防局为着强化救生员出勤救灾、甲救护勤务的安全，降低执勤的时阵工作的伤害。去年开始推测消防员战术体能训练，除了逐工早起下晡伫队练的训练，下班了后，消防人员嘛会主动利用时间去运动中心的健身房加强肌肉训练。消防队的勤务比较复杂，包含一些抢救，包含一些火灾方面的一个执勤，这一些激励的加强可以帮助我们执行工作的时候会更有效率，减少工作上。平镇国民运动中心最近甲附近的平镇、山峰、福旦3个消防分队签约，无上提供游泳池甲健身房，做消防员的训练基地，加强做训战机甲体能训练，希望民众的财产安全更较有保障。知道说他们在工作上是会有一定的危险性，如果体能好、反应好，那他们自己的生命安全也是能够比较有保障这样子。体育局嘛认为，这是一个真好的合作模式，表示把这个议题列入去最近一遍运动中心执行长的会议讨论，尽量达成更较侪的合作。记者综合报道。一般咱若看到警察在巡逻，是爱去巡逻箱签名。若当嘉义市的警察局是甲大学的学校利用新科技设计出新的智慧型的巡逻箱啊，警察巡逻的时免提纸起来签字，1秒钟就签好啊，而且一档会当省10万外张纸。警员拍开巡逻箱来签到，一届上无需要20秒的时间。但是透过智慧晶片的扫描，时间只要1秒，我们若提升警员巡签的效率，1年阁会当省105000张的纸。遇到雨天，那个巡逻签章表容易临时签行上很不方便，那个纸会糊掉。现在这个智慧巡逻箱不会，而且签行速度更快。那这个丢上大数据以后，我们就可以去运用。比如说哪个巡逻线规划不当，那过去的人工没有办法提供这一个，没法多提供这个科学的依据，所以我们觉得这个良好。那又经过经济部工业局的全省的评比，得到再次的验证，这个智慧巡逻箱是有助于实务的可以提高实务的这个警察勤务效能。嘉义市警察局表示，其他的县市嘛有相像系统，但是有的成本较悬，阁有防破解附地的风险。嘉义市警方目前使用这个系统，会用改善这个问题，而且成本更较低。那我们去找到这一个 MC Tag， 这个是最适合用在我们警察的巡逻箱上面。对，因为它是耐高温，而且又防水，可以在恶劣的环境下长期的使用。目前这个系统伫嘉义市南门甲北门派出所辖区8外的巡逻点来试办，按算明年顶半年会伫嘉义市600个巡逻点来设置。嘉义市警察局就表示，到时阵勤务的资源更较完善，相信会提供市民更较安全的保障。记者林伟霆嘉义报道。台南新山国小的学生囡仔采画插箱仔，替鸟头鸟做收，因为即马树林的面积减少，鸟头鸟找无树坑做收，也毋过即马鸟头鸟就有所在通住。小朋友真认真来测试采画箱仔，这是要做好鸟头鸟来休困生鸟仔囝的收。这10个插箱仔是用无爱滴的插棒做的。新山国小的小朋友斗相共甲改做鸟头鸟上温暖的厝。这个箱仔会挂伫台南市台东尖山鼻环境学习中心内底树仔顶，互囡仔观察鸟头鸟的生态，培养学生仔认捌自然、爱惜环境。好，那其实江南度假村就在学校的旁边哦。那在课程的搭配上面，其实我们有相当多的合作的机会。那刚好最近是这个猫头鹰的繁殖期哈，所以刚好江南度假村的环境所也借这样子一个机会，办理这么有意义的课程，让我们的孩子一起来认识这个江南度假村的生态。
鸟头鸟平常时啊，拢歇伫咧树仔顶，若是要生团的时阵，因会找树仔坑来做收。毋过树内面积若来若少，鸟头鸟要找到树坑来做收，嘛哪来若困难。这个插箱啊，就会当甲因斗帮赞。所以咱用这个巢箱来替代伊的树洞，安尼互咱即摆猫头鹰伫繁殖的时阵，它袂伊的幼雏会发生危险。所以因为这是一个咱会面临的环保问题啦，这个环境问题。尖沙咀水库的生态资源真丰富，鸟头鸟伫逐年的11月到过当年的4月，是生团的季节。学生啊，每年都会当看到鸟头鸟仔囝伫箱仔内底咧讨食的古锥模样。记者综合报道。生活消息来关心，有基金会即马做调查，发现讲少年囡仔用网络的时间愈来愈长，超过3成，逐日耍手机啊，耍6点钟以上。专家即马就提醒讲，少年囡仔假使较接用网络，安尼会减少困眠，影响健康，甚至较罕咧甲人互动讲话，嘛有可能出现忧郁的情绪。智慧型手机加平板电脑愈来愈普遍，青少年就网络时间也愈来愈长。当时基金会上新调查发现，大台北地区各高中职学生逐天就网络总时数超过6点钟以上，占3成6，而且有1成青少年过无到10分钟就想要上网络。网络过度使用，恐影响青少年身心健康。可能在那个孤独的感觉里头，他想要去解决这件事情，所以他又想到最方便的方式就是去上网。但是上网呢，是不是真的有解决到他的孤独的感觉？但又是一回事。调查发现，青少年上网络的目的，以看影片上多占7成6，第二是社群网站以及甲人互动开讲。不过，值得注意的是，长时间使用网络了后，有3成3的青少年感觉困的时间减少，因为生活无正常，甚至有将近一半认为有明显忧郁情绪，需要寻求专业协助。互相取暖的这群人，可能情绪也不是很稳。对，所以这时候我一起的取暖就会变成不小心互呛。这也是我们在青少年网络常看到。医师提醒，忧郁情绪甲调入网络有高度相关性，互回因果。提醒家长发现囡仔沉迷伫网络时阵，唔是只有监控上网络时间，爱开时间去了解背后原因。若是情况无法度改善时，建议马上寻求专业医疗协助。记者综合报道。苏花改按说明年正月要全线通车，台北到花莲的客运嘛要起行。当然，即马客运的车票已经按好啊，是一纸车票，按南港到花莲32，也毋过头先1个月车票只要201，要来抢人客。真侪民众去花莲，毋是塞车，就是坐火车。毋过，拄明年1月初5开始，苏花改通车了后，民众得当坐客运去花莲。客运会比较快，现在路线会比较好走。通联客运头先公布，台北南港到花莲票价是320块。另外，两间客运公司票价还未确定，毋过根据了解，台北客运初步规划，南港到花莲票价是323块；首都客运初步规划，邦桥到花莲票价350块。若是通联搁伫咧开始营运的前1个月，收半票210块的优待票来抢人客。如果是从合理的票价来看的话呢，我相信如果能够客源逐渐养成之后呢，应该会逐渐的恢复到比较合理的票价。客运票价虽然比代替较俗，毋过真侪民众也是甘愿选择坐火车，就惊讲搭车会去耽误着时间。我觉得快跟舒服比较重要，我还是选择火车。民众坐客运去花莲，敢若南港甲邦桥2个转运站，目前也搁伫咧规划当中，还未正式作业。预计明年1月初才会开始营运。记者综合报道。国军海军陆战队149期的学员经过6天5暝的魔鬼训练，爱爬过有旋乌大的天堂路，落尾有13个人顺利通过考验。要爬合格花莲天堂路正式开始，穿短裤无穿衫，国军海军陆战队149期2车精速班，地拢是精尖的石头的天堂路，拍个向前行。只要动作唔对，教官就叫伊停来。考验学员的服从、意志甲忍耐，徛伫边仔来支持的亲戚朋友，嘛大声替因加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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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用各种基本动作，这50公尺的天堂路对学员来讲，每一步拢真艰苦。经过魔鬼州6天5暝的考验，学员人数由18个变加剩13个。加油！
有人规身躯拢是伤，爱用真侪碘酒消毒，冇人欢喜甲哭出来。接到蛙人臂章完成挑战，因才感觉痛，大声哭出来。边仔亲人可是唔甘，毋过嘛替家己囡仔感觉骄傲。落尾10歳學員全部通過，嘛替蛙人部隊加入新的戰力。記者綜合報道。繼續來看南韓年度音樂大代誌，這是2019亞洲音樂大獎，昨昏伫咧日本頒獎。過去7檔這個獎攏伫咧香港舉辦，不過今年因為香港反送中運動，所以刷到日本。南韓的團體防彈少年團 BTS 摕到9項大獎，是上界高的。民眾真熱情，保證該檔盡力維持，防止場面失控。帶領團體伫演出，和現場氣氛變得真好。南韓2019年亞洲音樂大獎媽媽初時暗示伫日本名古屋巨蛋舉行，安那真有人氣的防彈少年團 BTS 嘛一捆頭摕到9個獎項。BTS 伫媽媽摕到年度藝人、年度專輯、年度歌曲、上好男團等9個獎項，是這屆摕到上濟獎項的。安那 Twice 表現真好，摕到上好女團、上受歡迎女藝人、上好表演女團等4個獎項。最近真緊就紅起來女團以至才摕到上好女新人獎，頒獎之前，更感謝粉絲支持。We really didn't expect all of this successfulness, but thanks to many Mitzies, our fans, I think it was able to happen, and we just feel very grateful for it. 7人團體甲7摕到上受歡迎舞蹈表演獎，甲拯救粉絲選擇獎。會前接受訪問，講2020年要做舞蹈上好嘅團體。Oh, to be the biggest group in history, in the universe. 媽媽過去10年攏佇香港舉辦，今年因為反送中運動，主辦單位北部就決定地點，最後選擇刷到日本。記者綜合報道。文化新簡介，咱來看即馬市面上伫咧賣佛打佛祖的雕刻，攏是按中國進口的較濟，這互咱台灣的產業擋袂牢大受影響。其中，咱台灣的工藝大師木雕的師傅葉家忠嘛怨嘆講環境歹，所以伊即馬轉型做文創商品。專注的眼神，摕家私佇茶庫頂懸講咧。14歲開始學茶雕的葉家忠，佇佛像的雕刻有30多年的經驗，真濟收藏家攏介意伊的作品，甚至閣有日本人為着作品專工來回台灣過來抓。現在幾乎你看新竹市，以前是台灣最多佛像雕刻，而且是最精緻的佛像，都是在新竹，可是現在很少了。葉老師這幾年積極做文創商品。其中上有名的作品，就是利用新竹有名的漆啊，甲茶刻的土豆完成的好事會花生。柿子跟花生呢，它吊起來，它是一個吊飾。它一吊起來的時候，它兩個會相會在一起，所以叫好事會花生。筷子呢，它的魚呢是日月潭的總統魚，筷子呢就是阿里山的檜木，所以把台灣2個亮點，一個日月潭，一個阿里山，2個亮點的特色。結合一個魚一個筷，所以叫做魚筷。葉家忠表示，雖然目前台灣茶雕面臨困難的挑戰，但是堅持透過手中的雕刻刀，完成一件一件有路的作品，讓台灣的茶雕會當讓全世界攏看到。記者綜合報道。國立台灣史前文化博物館利用科學的分析，甲台灣做原住民的負責人幾啊百年前佇咧澎西啊織布嘅手路，閣加研究出來，即馬要希望講會當繼續甲保留落來，傳落去。台灣織布老師柯順美拿唱台灣歌謠，那個手中無共色做線，盡力做會當編織的一塊布料，這是台灣織布基礎階段的精經。這首歌就是精經歌。他在織布前，那些圖案、那些圖文都已經在整經的時候就要計劃好，就要數好。這是國立台灣史前文化博物館為觀眾40外件台灣的100年前編輯本部，用科學分析方法，找出台灣甲其他族群無共款的紙編紋路。再找閣有這項技術記錄中間編輯方法，發現台灣的婦女為布料、色水甲紋路，攏是早就規劃好，再用白底生活地質機坐喺塗骹，用鐵架甲工具重新加工。編一地甲部落甲家族事件有關係布料，做衫或者是腰帶，才會唔驚。
配合它的一些家传的口谣啊，或者是摇篮曲，然后把它编写一些文化在这些物件之中。那我觉得这是一个最大的发现。张志成讲，过去原住民的传统编织，甲是定势，真少去问为怎样要编造这款特殊本土的意义甲方法。即马经过科学分析，甲找到会用古法编织记录，成功的完整保存台湾的编织知识甲文化。记者综合报道。咱来看今日各地头的温度，一个北部的温度上低15度，上悬17度。中部的温度上低15度，上悬18度；南部的温度上低16度，上悬23度；东部的温度上低16度，上悬22度；外岛的温度是12度到20度。感谢乡亲收看今日的公视第2台早起新闻，我是柯兴竹，明仔载同这个时间，咱再会。